今日帶大家嚟睇啟德嘅一個單位，全屋法式奶油風格，顏值收納雙在線。電視櫃設計咗一個簡約石膏線造型，搭配懸浮矮櫃，線條柔和又顯闊落。日常嘅雜物全部收得整整齊齊。餐廳做咗卡座同餐邊櫃一體化設計，上邊頂櫃收納充足，中間留空擺放飾品同小家電。卡座仲有隱藏收納，慳位之餘，屋企朋友過嚟食飯都唔怕逼合。主人房一個到頂嘅衣櫃，分區清晰，四櫃三備全部放得落。書台嵌入櫃體，辦公化妝都有獨立區域。油壓床底超大容量收納，換櫃被鋪統統擺得落。細房到頂衣櫃連書台，小朋友日常溫書寫作兩不耽誤。搭配地台床，細房都擁有大收納，準備入伙嘅街坊 PM 留低你嘅屋苑，即刻幫你安排規劃啦。